幾個單位應援隊友係啦，都嚟睇我個咖啡嘅 show 啦，而家去擔當嚟嘅，咁就今日大家帶來咗四首歌，希望大家會中意啦。第一首歌咧係我私心好中意，唔知打識唔識嚟我咁樣，嚟我咧啲第六點會比較多人識，其實佢有一首歌叫《桃花源》啦。咁嗰首歌我特別中意嗰首先係我差點嗰首歌嚟。係啦，咁另外都有另外三首歌啦。咁其中有一首係我有出道 cover 嘅，即係遲啲會出正式啦，但係都有一段仔已經喺個 IG 度鋪咗嘅。係啦。咁琴日如果有人喺度，跟住有試到音嘅話咧，咁就聽到我試咪，咁都會知道嗰首咩歌嚟嘅。個高可以，個 high 可以低翻啲。有最好人嘅個票價，好感動。未得。好，咁我就第一首《Pick Up》。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太高強講啦，我所以講我廢話，打頭先。我同你點解你哋唔打嘅？你哋又打我喎。第三首歌女係呢個 Rosa 嘅《睇睇佢嘅嘢》，咁就兩首比較前嘅歌，好攰啊！睇下見面係唔好意思，我而家有人，對的，有人，那我再嚟多次。但我唔知幾時咁細啊。有人簡單地的，我的臉有着希望紅色的，白色的，紅色我冇錯。君が頭にいる
蘇比嘅 Undead。係啦，咁因為佢個故事想講咧，因為呢首歌咧有講喺度伴奏咧，佢個底係太太乾淨，佢個底係完全乜嘢聲都冇，即係我係自己再錄過咯，跟住我係好努力咁樣分呢個左右聲道咁樣錄啦，雖然個喇叭好好聽，可能會聽到淨係左邊咁樣都唔定嘅，係啊，咁就希望可以唔甩錢嘅實話評好啦，耶！人が何を言う人の語りもそれもその女性の何をそらしたかがいつの未来も完成やれやれこの先進むね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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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だかわかんないってようなそんな気がするでも違うどうも遠くに見れる透明が覚える大変実際に出ていた記憶も消えたもういないのにそっちもいっぱいのになすってされてるのが今の自分消えてる目がむれくすにぶつかれてるみたいな気づいたなら離れない愛を知り欲しく信じられる我哋隊 band 嘅普通平時都喺 band 嗰度唱開歌嘅，係啦，咁應該7月8日都有機會有 show 啦，希望大家睇過嚟睇我哋 full band 一齊唱啦，係啦，會有嗰度要玩咩啊？不如我做咩？做咩？你問我，我唔知喎。你問我，即係自己做喎。首先有嗰度要玩，係啦，希望到時會再見到大家啦。咁我將時間交翻你。係啊，嚟嘅點解？多謝。